以弗所書第一章，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寫信給在以弗所的聖徒，就是在基督耶穌裏有忠心的人，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願頌讚歸於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裏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又因愛我們，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悅的，預定我們藉着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使他榮耀的恩典得着稱讚。這恩典是他在愛子裏所賜給我們的。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這恩典是神用諸般智慧聰明，充充足足賞給我們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預定的美意，叫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裏面同歸於一。我們也在他裏面得了基業。這原是那位隨己意行作萬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預定的，叫他的榮耀從我們這首先在基督裏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稱讚。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直等到神之民被贖，使他的榮耀得着稱讚。因此，我既聽見你們信從主耶穌，親愛眾聖徒，就為你們不住的感謝神，禱告的時候，常提到你們。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使你們真知道他，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使他從死裏復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連來世的也都超過了。又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首。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以弗所書第2章，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他叫你們活過來。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放縱肉體的私慾，隨着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為可怒之子，和別人一樣。然而神既有豐富的憐憫，因他愛我們的大愛，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將他極豐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穌裏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所以你們應當紀念，你們從前按肉體是外邦人，是稱為沒受割禮的。這名原是那些憑人手在肉身上稱為受割禮之人所起的。那時你們與基督無關，在以色列國民以外，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並且活在世上沒有指望，沒有神。你們從前遠離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裏，靠着他的血已經得親近了。因他使我們和睦，將兩下合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為要將兩下藉着自己造成一個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歸為一體，與神和好了，並且來傳和平的福音給你們遠處的人，也給那近處的人。因為我們兩下藉着他被一個聖靈所感，得以進到父面前。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裏的人了，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各房靠他聯絡得合適，漸漸成為主的聖殿。你們也靠他同被建造，成為神藉着聖靈居住的所在。以弗所書第3章。因此
我保羅為你們外邦人作了基督耶穌被囚的，替你們祈禱。量必你們曾聽見神賜恩給我，將關切你們的職分託付我，用啟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奧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寫過的。你們念了就能曉得，我深知基督的奧秘。這奧秘在以前的世代沒有叫人知道，像如今藉着聖靈啟示他的聖使徒和先知一樣。這奧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裡藉着福音得以同為後嗣，同為一體，同蒙應許。我作了這福音的執事，是照神的恩賜，這恩賜是照他運行的大能賜給我的。我本來比眾聖徒中最小的還小，然而他還賜我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傳給外邦人，又使眾人都明白這歷代以來隱藏在創造萬物之神裡的奧秘是如何安排的，為要藉着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現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這是照神從萬世以前，在我們主基督耶穌裡所定的旨意。我們因信耶穌，就在他裡面放膽無懼，篤信不疑的來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們，不要因我為你們所受的患難放膽，這原是你們的榮耀。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國家都是從他得名，求他按着他豐盛的榮耀，藉着他的靈，叫你們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裡，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能以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並知道這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滿的充滿了你們。神能照着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但願他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裡得着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門。